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6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2篇，约伯记第6章14节到30节，加拉太书第3章15节到2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法律的目的。法律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要互人遵守。咱应该爱先问，为什么咱需要法律？其实若弯起头来讲，就是因为人无明白什么是对，什么是毋对，所以就爱一条一条增加法律的规定，互人会通清楚知是非这个界线到底伫倒位。法律的制定是一种的引导啦，引带的工具，互人明白是非对错。就信仰的角度来看，法律是互人会通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会通真正确来跟对上帝的脚步以及方向。但是真可惜，有一寡人将法律用来真做对人的这个谴责，套用伫别人的身上要求别人。基督徒应该着爱亲像咱所分享的，爱追求明白上帝的旨意，爱迫切欣赏上帝恩典甲旨意。诗篇42篇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我的心迫切欣慕你，亲像鹿迫切欣慕溪水。我的心喙胆欣慕上帝，永远的上帝，我什么时会当到上帝面前去朝见？为什么讲法律是一个互人行向上帝一个道路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伊家己就捌讲过，伊讲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若无藉着我，就无人会到爸遐去。恁若捌我，嘛会捌我的爸。对打以后，恁捌伊，因为恁已经看见伊。耶稣就是迄个道，迄个道。伫约翰福音来讲，就是迄个上帝，就是迄个创造者，无有人会通超越伊，只有会通顺服伊来跟对伊。这正是道，咱讲法律的目的，为着要互人明白家己的错，会通得到指教。约伯书安尼讲，好吧，请你指教我，我会安静点点来听，互我了解家己的错误。公正的语言，互人信服，但是恁的议论实在是荒谬。法律是互人了解家己的错误，正式引带人行向上帝真理道路的工具。时常听着人讲，哎哟，迄法律是参考用的啦。这表明什么代志呢？这个国家或者是讲这个政府伫执法的顶悬，犹原需要有进步的空间。因为听起来好像亲像人民遵守法律的意愿并无悬，着参考的嘛。所以犯规受掠的机会，亲像无介悬。若无的话，应该是会安尼讲，上好大家都爱守规矩。因为律法就是要爱互人来遵守，
互人民通知是非对错的标准。约伯安尼讲着，毋管我是毋是已经离开背离全能的上帝，伫安尼的患难的中间，我需要忠心的朋友。阮是毋是会通成做人伫过犯错的即个中间的忠心朋友？也就是咱只不过会通成做一个铁笑啊，还是讲无介好势的朋友呢？要不要对伊的朋友讲？但是朋友啊，恁亲像溪水共款，无法度来靠，打扫无落雨，打起的土地，溪流因为结冰来真落，变做真落，去互冰雪来踢掉的。到伫炎热时，冰雪消失，冰河就搁露现干涩。相对嘛，因为找水源来失败，因伫荒野迷失死亡。约伯的性命拄着困境，伊需要朋友，不但是来陪伴伊，更加需要因有好的陪伴以及引带。真可惜，因家己毋但做袂到，连家己也当袂失去去。咱看见过去安尼2年外来武汉肺炎的影响，会当讲是无论倒一个国家，拢有真侪无正确的资讯来扰乱人民的心。也有人批评政府卫生单位调故意安尼无注意有一寡人的死失，真正有可能吗？除非是极权的国家为着要做大内宣，无牧师认为讲袂安尼啦吼。有真侪人信着迄个假的信息，所以伊无愿意来对喙暗，无愿意接受疫苗。有一寡人甚至还佫认为讲，迄个注射疫苗会造成人的基因的永久性的改变。嘛，佫有人认为讲，这个世界根本就无武汉肺炎这项代志。我的大汉囝伫前个月倒转来伫台湾来探亲，伊就感觉讲，虽然伊需要去互人隔离10天，然后佮加7天的自主管理，但是从事医学工作的伊认为，真少的国家会当亲像台湾，比台湾做得更较好。咱知，伫美国目前染疫死亡的人数永远是排伫世界第一。咱知影吼，真侪人也毋知影死亡的人数一直有悬的主要原因是，咱这个制造疫苗的国家美国，因接受到疫苗注射的比例比台湾加足济。搁另外一项，因根本就无愿意来治喙暗，因为因讲迄是因的自由，要做这个疫调，要做抗疫，搁较是困难的代志。因为美国人真重视个人的权利以及因素。法律只有会当参考用的尔。咱拢知有一寡人因为身体无适合，袂当注疫苗。当然，咱无要勉强因，互因去面对更较悬的风险。但是，咱拢知影一项事实，就是接受疫苗注射了后，会当提高免疫力。
避免动静也是死亡。伫台湾，因为有中央防治法会通帮助政府来执行防疫的律法，互人民知影要安怎来军队，要安怎来配合防疫，因为安尼才会当帮助咱的台湾疫情受到更较好的管控。法律甲得救有相违背吗？当然是啦吼。透过法律的规范，为就是要互人会通看到更较水的生命。法律甲上帝的应允有抵触吗？当然嘛无。因为法律的目的是要爱互咱明白上帝的应允，互咱得救。保罗互加勒太正教会基督徒的批信的中间安尼讲着，安尼来讲，法律甲上帝应允相抵触嘛？当然毋是，因为法律的颁布会通帮助人带来性命。人就会通靠着法律来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但是圣经讲，全世界拢伫罪的权势下面，要用信耶稣基督做领受上帝应允的根基。安尼，这个应允就是要授予互所有相信的人。所以基督徒无需要摆脱法律规范，等到爱去愿意去主动遵守，毋通将律法变成做牵制别人的工具甲手段，互人因为着爱死守律法来失去救恩，就甲上帝的应允无关系啊。诗篇42篇，上帝啊，我的心必切心无你，亲像落心无溪水，我的心喙短心无上帝永远的上帝。我什么时阵会当到上帝面前去朝见？我暝日用目屎准饭食，我的对敌一直问我：你的上帝伫叨位？我早前带众人去做阵去上帝的厝。用欢喜称赞的声大声修节，我对念这的代志心内非常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着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的内面海惨？着仰望上帝，我要求要称赞伊，因为伊是我的拯救的，我的上帝。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，所以我要对约旦的地、赫文、米萨的山笑念你。你的瀑布出山，深烟甲深烟三呼应。你的波浪，你的大涌温目我。日时上主施落伊的慈爱，暝时伊互我唱歌，对赐我活命的上帝祈求。我要对上帝我的招盘讲，你是怎样袂记着我？我是怎样着因为对着的压迫悲伤来行？我会对着求我拍碎我的骨头，因一直问我，你的上帝伫叨落？我的心啊，你是安怎郁卒？是安怎伫我内面海惨？着仰望上帝，我要求要称赞伊，因为伊是我的拯救的，我的上帝。恳求上帝帮助阮学习遵守律法，互阮愿意谦卑顺服，透过接受律法来明白上帝的救恩的应允。特别真侪时阵，阮亲像约伯共款。拄着困难就逃闪，拒绝圣神的引带，求主互阮会通谦卑，顺服，成做一个安尼的基督徒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